港鐵站嘅南昌站嘅 D 出口附近有間南昌士多，呢間士多呢係一個懷舊嘅快閃店，係 MTR Shop 穿越時光嘅街坊士多。佢係重現翻60-70年代我哋兒時嘅回憶。咁我嚟到呢度呢，我哋好似穿越咗時光隧道，睇翻以前我哋嘅經典嘅叮當糖啊、新渣餅啊、汽水糖啊、白兔糖咁嘅懷舊嘅零食啦。咁快嚟打卡啦！如果大家行嗰度南昌站，就順便落去睇一睇啦。小巷深深风轻轻，孤灯摇曳诉旧情，月下细雨轻轻落，诉说着故乡的梦。